上回提要，我哋喺粉嶺接收咗一隻懷疑俾人虐待嘅刺蝟，我哋決定暫時幫佢改名做 Lotus 花語，即係出於污泥而不染，希望佢之後會越嚟越好。接收咗呢個個案之後，我哋已經即刻聯絡咗愛護動物協會嘅防止虐待動物部門，但係佢哋嘅回覆對於我哋嚟講冇乜幫助。佢話我哋需要提供真正遺棄嗰個人嘅資料同埋地址。由於交俾我哋嘅只係嗰個好心人，所以其實我哋根本唔會有呢啲資料。佢哋話可以安排先行接收，但係如果要緝兇嘅話，就真係要揾警察。而根據我哋以往同呢類型案件嘅周旋得出嘅結論係，警察會先行過嚟落口供，之後愛護動物協會嘅督察就會過嚟直接接走隻動物。由於呢個個案好明顯唔會有人選擇領養佢，咁所以愛護動物協會選擇將佢哋人道毀滅嘅機率亦都好高。而呢個選項亦都唔係我哋希望見到嘅。而警察嗰邊多數都係喺傳媒施壓嘅狀況之下先會工作處理呢啲懷疑虐待動物嘅個案。因此我哋聯絡東張西望同埋明報，希望得到傳媒嘅關注，但係都冇任何回音。而香港動物報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忽視由我哋處理嘅遺棄同埋大型事件，而今次嘅懷疑虐待動物個案當然都唔例外。似乎喺香港存在過嘅幾千隻刺蝟，從來都唔係香港嘅一份子，似乎只有我哋為佢孤軍作戰，所以我哋先希望獲得大家嘅關注，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少少呢個品種先開始養，減少遺棄嘅狀況。時間所限，今次 update 暫時係咁多先，下次會講一講佢詳細狀況 update，下次見。